今年是台南市台南市中心會成立50週年的日子。22號上午，在市定古蹟明通領府承德劇堂，依照古禮祭拜先祖。制作大典由台南市台南市中心會理事長陳三倫、承德劇堂主任委員陳百棟，以及來自海內外各地台南市宗親齊聚台南，一同緬懷先祖，延續信眾對遠的孝道精神。早上呢，我們在9點是由我們台南市興濟宮祭祀的組長帶了團隊來辦360年的祭祀活動。祭祀呢非常的莊嚴隆重，讓全世界都看到我們台南市有興濟宮的這樣的一個祭祀活動，非常盛大。今年祭典除了台灣各地台南市宗親參與，還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柬埔寨、新加坡的宗親代表前來。台南市台南市中心會盡地主之誼，同時也為了聯絡宗親感情，特別在富林餐廳是開73道，熱情款待宗親好朋友。這一次呢，有來自6個國家，有香港、有菲律賓、馬來西亞、柬埔寨、日本、新加坡。那麼外賓呢，總共來了70位左右。然後呢，我們世界總會還有各縣市的理事長也都蒞臨來參加這個盛會。所以呢，我們香港呢是由陳彥南的總會長帶隊。那麼柬埔寨呢是我們陳貴標會長，馬來西亞是陳香花總會長，新加坡陳永祥會長，日本是陳秀英會長，那還有菲律賓胡爾明威瑞5姓的宗親的總會長，所以今天在我們富林餐廳舉辦這一個祭祀活動，是有很重大的一個意義。同款是宗親的立委陳廷輝也特別來到現場致意，甲宗親做伙祭拜陳氏先祖開宗聖王陳元公，頂3尊陳氏祖先金尊。咱的歷史表真正足用這邊有幾枚，你個要加咱世界總會歷史表哦，所以我相信伊這次雖然他說很小型哦，可是基本上城市中心會已經算是蠻堅強的一個活動了哈，所以我相信明年我們會更盛大。尤其這嘛是咱台南市中心會當講來接到世界總會每年特別來接世界總會，所以田偉成為咱台南市中心的一份子，我感覺真驕傲啦吼，我一定會全力以赴，只要是我們能夠做的地方，會當合作的所在，我一定全力以赴，因為我攏是台南市的子孫。台南地區陳氏祖先真濟原言，甲明帝時期開發有關。如陳英華總裁、承德劇堂先祖陳澤統領等，陳三倫強調，期待借由中心會持續凝聚宗親的情感甲認同，也積極舉辦公益活動，善盡社會責任，讓陳氏子孫繼續在台南親近發達。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